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30，箴言11章17節安尼講：仁慈的人，家己得到利益；殘忍的人，家己受傷害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做仁慈的人，來利益家己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所行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是滿有憐憫甲豐盛慈愛的天父。主啊，感謝你使阮氣力甲活命，互阮通佇你的疼的內面，來經歷你同在的美妙，並且用你無限的恩典，帶領阮每一天的生活。主啊，阮要深深感謝你。主啊，這些人的心所存的是歹，所以所行的也是歹。總是你愛阮存良善的心，照着你的心意來行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佇美善的事頂面，認真致意來行，因為仁慈的人，家己要得到利益；殘忍的人，家己要受傷害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